脚踝角度问题为什么练不好？因为你不会，这就是真相。你都不会，请问你怎么解决问题呢？对吗？那你以为我们脚踝训练是随随便便找个动作就能解决得了的吗？如果能的话，你不早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找方法你是别找了，你找不到，先找问题。分享一个方法，让你快速找到你的问题，然后你再根据问题找方法就简单了。准备找一本书，高度在5公分或5公分以上都可以，先把它放在你的脚后跟的下方，这个时候膝盖向前顶。如果此时你的角度有进步，那么说明你的问题跟小腿后侧萎缩无力、弹性不足有关，重点去解决小腿力量的问题。第二步，当你垫高以后向前顶的时候，还是前面卡的话，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跟你的巨骨前移有关，重点去处理一下巨骨的滑动。第三步，看一看是不是卡在我们脚踝的外侧，如果是的话，可能跟我们的腓骨滑动或下沉有关，重点去处理我们的腓骨。先锁定问题，再锁定方法，不就简单了吗？你学会了吗？哪怕没有小红心，我也要告诉你，加油！